咱台湾半导体技术领先全球，来当甲人工智慧甲半导体技术整合应用伫医疗的领域，有机会当加做咱台湾的第二座护国神山哦。国科会推动智慧医疗整合联名计划，今仔就展示成果，那么做伙来了解。病人才拄就救护车，救护人员就赶紧使用探头，将影像传登去病院，予医生诊断，把握救命的时间。这是国科会8一展现的智慧医疗整合联名计划成果，希望借台湾 AI 技术结合医疗，提供准确的医疗环境，帮助偏乡的居民，会当有在地治疗、在地脑化医疗服务。未来呢，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医疗，透过科技，可以从 hospital 去到家庭当中，然后加惠一些，将来我们也可以在国人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医疗院所当中受到相关的服务。为着要增加医界、科技界的交流，国科会8月邀请高雄长庚病院甲中滨秀团病院分享因甲国科会合作的成果，未来会伫国际上展示计划成果，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科技医疗。从术前、术中、术后，然后都可以让病人更加安全，然后让医师更加安心的一个 AI 的手术系统。大家都知道哈，没有人要给第二名开刀的，你知道谁是第一名，只会找他，不会找第一名。所以我们这个平台，尤其在医疗软体上面呢，只有第一名，没有第二名。国科会对111年开始投入5亿的资金，甲各大的医疗院所、学校来合作。目前计共有18个智慧医疗计划。国科会希望将台湾的科技技术结合医疗技术，达成双倍的效果，建立全方面的智慧医疗服务。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